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溫哥華地產經紀 Catherine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個性價比非常高嘅 townhouse，70萬有找喺 Surrey 嘅嬌佛區。呢個3層設計嘅單位呢，生活配套一流，行到10分鐘去到大統華，嬌科摩喺附近，非常方便。全屋呢係鋪晒木地板，2個房2個洗手間，設計呢開揚實用，適合家庭居住。客廳同埋飯廳呢裝咗天花燈，有啲 townhouse 呢想裝都未必裝到，呢個就幫你慳翻唔少麻煩。廚房同客飯廳咧格局分明，冇 island，使用空間更靈活。單位咧有私人露台，種花飲咖啡都好寫意。雙車位 tandem 嘅 garage，泊車空間足夠，後面仲可以放單車或者雜物。主人房放到 king size 床之餘咧，仲有空間加衣櫃。另一間房咧可以放到2張單人床，空間感咧就十足。屋苑係有會所設施，可以做 gym 或者舉辦一啲小型聚會。我哋今個星期6日2點到4點有 open house，歡迎大家過嚟睇樓。有興趣多啲了解，歡迎聯絡我 Catherine，電話係604-445-4804。